大家好，今日由我同大家講解節目排程指令設置。首先，我們打開電腦的 Player Master 軟件，然後在設備管理、節目管理和排程管理中選擇排程管理，然後在這個界面可以查看節目排程的名稱、排程員、最後編輯時間，並可以對節目排程進行編輯、發佈和刪除等操作。那麼接下來我同大家創建一個新的節目排程。首先添加，點擊添加按鈕及節目排程設置一個名稱，點擊確認。在這裏可以添加插播、輪播和點播節目。我們可以新增一個輪播節目，選擇我們的節目。接下來可以添加節目，並設置節目的播放時間。我們可以叫節目每天播放，也可以指定日期、指定時間播放節目。在節目選擇好和時間選好之後，單擊確認按鈕。最後，我們可以將節目排程發佈到我們的終端或者是終端組上，點擊發佈。接下來同大家講一下指令排程的設置。首先，我們在排程管理中單擊指令排程，在這裏依舊可以看到我們指令排程的名稱、包含的指令以及最後編輯時間。在右邊的按鈕可以進行指令排程的編輯、發佈以及刪除等操作。我們在左上角點擊添加按鈕，添加一個新的指令排程。單擊確認，在這裏點擊新增，可以添加關機指令、啟動指令、重啟指令、亮度調節指令、媒體音量指令、切換到同步節目、同步信號指令、切換到異步信號指令。這裏可以設置執行的時間，當然也可以指定日期或者是每天。最後單擊確認按鈕。之後點擊發佈，發佈到對應的終端或者是終端組中，點擊發佈按鈕，